来看高雄的海洋局开3亿6000万，伫高雄临园的中分渔港去新港区，去年9月启用，10月去拄到3度2风台，造成8只船白也冰船哦，互渔民怨叹讲，这实在是上陷落。新的中分渔港船长甲渔港当日无经整理网啊，准备后一届的掠鱼作业。船长讲，即阵阮徛的这只船，去年10月3度2风台来的时，船头去互风景降海去，海伊开3万外去修理。另外一位船长搁较害，规只船拢去互海景并去，毋若爱车吊车来吊，干那修理代就开20外万。渔民怨叹，开3亿外做的新渔港，根本就无在调保护渔船。干嘛变过都4、5只，包括我迄只拢歹了，一边拢。开天窗啊！你设计的时，就是爱设计讲，无论大的风台来，阮拢有法度伫即个港内底避风，会当安全保守着阮的财产嘛。啊，毋是啦，迄个港嘴做到遐尼那大啦，都袂输要停火船的个。渔民认为新港区港嘴做伤大，保护的关度嘛无够，风景若大，无法度保护船啊。针对渔民的质疑，海洋局表示，新港区上济会当停90只船，去年3度2的17级风已经超过当初设计的风速13级，才会造成船啊受损。考虑到极端气候已经成做常态，因要向渔业署申请经费来改善。西边的风波堤呢，形壁还来加悬，防止月影呢影响到船只的安全。第2项呢是缩小这个港喙的跨度，规划由目前的港喙开口呢75公尺，缩小到50公尺。渔民嘛反映，开遮侪钱做新港，虽然停船北所的设施都无下经，因若伤大，规条所都路断了了。莫怪只要歹天气，大家拢甲船驶去旧港停，即摆风台搁要高压，因实在是真烦恼。海洋局表示，只要经费补助落来，因会马上去做改善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